今日方面嗰個嘅金管局要做嘢咯喎，其實嚇講緊嗯。就個聯繫匯率方面已經落到去呢個7.85嗰啲水平咯喎，咁係咪相對比較差少少咧？其實咁個港股方面嚟講係咪走資咧咁樣？我建議大家睇埋嗰個嘅 HIBOR 個利率，即係簡單啲講就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嗰個利率咁樣。咁近期呢一個月因為都跌得比較明顯啲啊，咁其實講緊就唔經唔覺咧，都已經係去到2厘2嘅啦，如果一個月嗰個供樓利率嗰啲咁樣嚇。咁呢個其實講緊咧，就對於個後市方面反映住話市場資金咧，其實都充裕嘅。咁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根本上就唔會有咁多咁平嘅錢可以俾大家借到出街，啲銀行方面唔可以拆借拆到咁平咁樣。咁意味住咩咧？意味住對個後市方面嚟講，唔一定係一個好壞影響。講緊我意思係講嗰個嘅港元匯價咧，喺7.85咧，唔一定係嗯。講緊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喺度。咁主要可能唔排除咧，因為美國加息啦，咁我哋又冇加息喎。咁其實調翻轉頭咧，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咧，就即係講緊係做一啲嘅 carry trade，可能就沽港元揸美金咁樣，咁引發到呢個咁樣嘅即係港元個聯匯方面嚟講，去到7.85嗰啲位置嘅。咁但係暫時嚟講咧，喺香港呢邊嚟講，我就見唔到有啲咩好大嘅要下跌方面嚟講嘅理由喺度咁樣。咁啊，嗯。講緊就算 even 啦，以上個月方面嚟講，內地我睇重呢個嘅貸款數據嘅，例如新增貸款啦、M2 貨幣供應，甚至乎社會融資啲數據咧，全部都過晒預期，同埋都係好明顯地大水漫灌緊嘅。咁因為一個月其實講緊成即係借成49000億出嚟啦。當年溫家寶總理4萬億救市方案，咁其實2008年都係4萬億啫嘛。依家一個月已經49000億啦，好明顯地中央係肥緊水出街嘅，其實嚇。咁啊而調翻轉頭咧，根據最新嘅數據咧，見到內地啲民眾咧個儲蓄率亦都高嘅，其實講緊係。咁啊，如果係對比翻即係前年咁計啦，上年其實嗰個嘅儲蓄嗰個嘅規模啦，咁由10萬億增加到去18萬億，可能大家困住屋企啦，使唔到錢啦，所以變嚟講個儲蓄率方面嚟講就明顯好高啦。咁但係整體 overall 嚟講，我自己會覺得咧，除咗儲蓄率高之外咧，咁啊內地方面亦都推出呢個貸款方面嘅優惠。咁如果消費貸款咧3厘半已經可以借得到啦。咁大家記得啦，以前好多人特登攞嚿錢上去上邊咧就做定期噶嘛，其實因為上邊啲息高啊嘛。因為調翻轉頭咧，佢借俾大家都係得3厘半啦，咁好明顯又係刺激經濟㗎啦。其實咁所以其實短期方面嚟講咧，我會覺得咧就刺激嗰個措施或者刺激方面嗰個做法咧，繼續係維持嘅。所以港股方面嚟講咧，短期嗱2萬1係第一關啦。咁2萬1係咩概念咧？咁其實講緊就我見你哋都好似有寫過嘅，就係250個月嘅平均線啦。其實嚇，咁本嗯。身嚟講呢個就我一路提醒大家都有睇嘅。其實講緊就嚇，咁啊200個月都要睇嘅。其實講緊係都多口講一講。咁200個月就係喺23000嘅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短期就喺23000至21000之間上上落落。咁其實我會傾向於20000點添嘅，其實嚇。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上上落落咁窄幅橫行。咁20000點有冇咩支持位咧？咁20000點其實個人都有嘅。咁本身因為講緊係呢個250日嘅平均線，咁同埋呢個100平均線咧，都喺大概呢個20000點附近，一個喺22000點，一個21100點嗰啲位置咁樣嚇。咁呢個都係一個關鍵。咁最後方面嚟講，好淡嗰個分水嶺方面，頭先講到19600，咁又點嚟嘅咧？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咧就計翻上年個收市位啦。咁上年個收市位就19781啊嘛。咁我就當然唔需要跌穿啦。如果跌穿嘅話，咁啊變咗由即係升變跌嘅啦嘛。其實個恒生指數嚇，咁呢個會係一個考量點啦。咁另一方面嚟講咧，就本身亦都睇翻恒生指數由翻之前個低位14597，咁反彈到上去呢個22700啦。跟住講緊咧就回調翻升幅嘅0.382啦。咁其實講緊咧就啱啱好喺呢個嘅19605點嗰個位置咁樣嘅。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整體成條數啊，大概咁計出嚟分享咗俾大家。